今日咧我帶大家咧就去南頭古城。咁南頭古城咧個交通就好方便㗎，3個地鐵關口都到嘅。如果喺羅湖過關咧，你一出羅湖搭地鐵1號線去到桃園站，再轉12號線喺南頭古城站落得噶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喺福田口岸嘅話咧，你係搭4號線去到會展中心，轉1號線。咁咧喺桃園站轉12號線去到南頭古城。而深圳灣咧，你可以咧最新開噶啦，所以有深圳灣都好方便噶。咁咧搭13號線啦，一出關口去到後海站啦，轉11號線喺南三站轉12號線，咁就去到南頭古城站落車噶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其實咧佢都可以咧有直通車去香港噶喎，南頭古城，但係咧細則咧就唔係好知啦，咁就要去上網揾下或者去到嗰度問一問啦。喺個南頭古城，南頭古城呢，其實又叫做新安古城嘅，佢喺深圳南山區附近，係一座呢已經呢有超過1700年啊嘅歷史，千年嘅古鎮嚟嘅，所以呢而家呢啲人都會呢叫粵東首郡啊，粵東首郡。即係粵東第一個郡，同埋港澳嘅源頭。即係而家咧已經改造成為咧好有嶺南風格嘅古蹟。你行到入邊有一個文創嘅小店，有特色嘅咖啡廳，仲有網紅嘅打卡點。咁你而家已經係好現代化嘅文化街噶啦，仲有免費24小時開放，係免費嘅吓。哇！啲木棉花好靚啊，開得。呢個係求姻緣簽啊！呢個舊式嘅小巷上邊挑花仍然喺度喎。呢個係以前嗰啲木拉閘啊，早期咧上環都好多㗎。啲大戶人家變咗商店啦，而家沿路咧樹上邊掛咗好多紅色燈籠㗎。佢而家咧好多地方都係咧，可能新春啊掛咗燈籠啦，同埋新春嘅裝飾。佢咧今日好多人啊，佢其實都未過正月15，但係都好多人。呢個係花館啊，入邊睇下花館嘅片啊。
入邊咧食嘢同飲嘢係唔平嘅。如果咧你諗住咧會平啲咧，就過咗橋個對面食咧就會好啲咯。一過咗12點咧，每條巷都人頭湧湧啊，所以如果咧嚟早啲嚟會好啲咯。佢有好多商店都佈置得好有特色，好多人喺度咧打卡。呢個咕嚕走狗啊，如果你行到攰啊，坐喺入邊坐喺度飲杯嘢都幾舒服噶，因為環境都唔錯，同埋佈置都唔錯。嗱，你睇下咧，呢間菜館都好有特色，佢每一個門口鋪都有特色嘅。因為過年啱過年啊，今日先係好似初10啊，所以好有咧呢個新年嘅氣氛同新年嘅裝飾佈置。以前的古代的人就是长这样子的。介绍。古代的。呢4塊金屬挑咧，好精美啊，手工好精美啊，同埋咧線條好細緻啊，好有欣賞價值。好啦，差唔多行完啦，已經都行到攰啦。睇下咧喺邊度咧，睇下有咩食先。呢度咧係行到尾嗰度咧都好多嘢食嘅，但係咧都唔平咯。咁你睇下咧，如果咧你可以行過橋對面食啦，或者你呢度食啲小食啊、粉麵都 OK 嘅，都可以接受嘅。其實個價錢都嗱，大家可以坐低醫下肚先啦。行完好啦，拜拜啦，行完啦。